詐騙手法不斷翻新，長輩往往成為詐騙集團鎖定的目標。不同於以往由年輕人上台宣導，這次角色互換，由5名銀髮打詐志工穿上中嘉寬頻三冠王雙子星背心，前往台南學甲區的新榮社區，化身課程助教，陪伴同齡長輩一起學防詐。拄着電話，咱來先認真因為詐騙都是講好康的嘛，這攏是貪的。銀髮志工熟練地拿着手卡，配合生動創意短劇，模擬各類常見詐騙情境，結合自身經驗分享，呼籲來路不明的連結不能亂點，成功引起現場長輩共鳴，也加深防詐記憶。其實我們也在學習當中，剛才那個場面雖然我們是志工，但是我們有很多也是剛我們。好像我也是第一次聽到，我第一次了解，所以我們自己也是學習的對象之一。詐騙非常的嚴重啊！我嘛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知影，這反詐騙的方法啊，加假信息啊，讓大家知影盡量。中嘉寬頻三冠王雙子星團隊講師從媒體識讀基本概念開始談起，指出在 AI 科技快速發展下，眼見為憑已不再絕對可信，特別加入 Deepfake 影像的防詐辨識內容，提醒長輩遇到可疑訊息務必提高警覺，多方查證。因為現在詐騙非常的猖獗，然後剛好我的好朋友楊明景楊老師他有跟我講說，有中嘉寬頻，他們現在就是大量在推廣，我們的長輩也都吸收了很多。那希望說，透過中嘉寬頻這樣子的宣導，能夠達到最高最好的防詐騙。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接受我們的三冠網的培訓，防詐這個訊息非常需要給社區的居民知道，讓他們避免去遠離這個詐騙。透過企業志工的牽線，不僅協助社區長輩提升媒體識讀與防詐能力，建立正確的媒體使用觀念，更期盼讓長輩成為防詐先鋒，從被保護者轉為守護者，共同成為守護社區安全的重要力量。記者說懷談的報道。